欢迎收听。我们今天来聊一本新书啊，这个作家张典婉的青春风照好。还有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，它其实是讲苗栗头份那边几个大家族，像是林家、张家、陈家，哇，100多年来的故事。对，而且他那个书的发表会本身就蛮有画面的，文章有写到，就是书里面人物的后代都来了。像那个林家的后代林鸿言，他就讲到他阿公林炳文很早就过世了啊，阿嬷守寡一辈子很辛苦，讲一讲就很感慨。可以想象那个情绪。然后还有张家的后代张典同提到他阿公张运发，就是参加那个乙未抗日。哇，1895年割让给日本那时候的。对，然后还帮那个牺牲的战友收尸，盖了一个粽，还交代后代一定要去拜。听说他讲到很激动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哇，这些场面光听就觉得蛮触动人心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看看这些家族之间是怎么连结的。然后那个大时代怎么影响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，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些快100年前的故事，我们现在听了还是很有感觉。这当然都是围绕着张典婉的这本书来讲。是啊，这本书我觉得有点像在补足地方历史比较少提到的部分啦。我们先从林家说起好了。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作家林海音城南旧事的林海音。对，他本名叫林含英。他阿公林台在日治时代是头份庄长，也算地方望族。然后他爸爸林焕文跟叔叔林炳文两兄弟后来都去北京发展。去北京？对，但是他叔叔林炳文就因为好像卷入了当时的那个朝鲜独立运动，帮了一些人，结果才25岁就在旅顺被日本人毒死了。哇，25岁！这就是刚刚提到林鸿言说的，阿公早逝，留下年轻的阿嬷罗顺妹。这是他口中那个苦命的阿婆。对，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里面好像也有写到这位叔叔。有提到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家族的悲剧，其实背后牵扯的是那整个东亚的政治情势嘛。是啊，个人在大时代下真的很渺小。没错。而且林炳文过世，他哥哥就是林海音的爸爸林焕文，听说太伤心了，隔年也生病过世了。这就是那个时代，个人命运很容易被大环境给左右。那林海音本人呢？林海音后来跟他先生何凡是1949年回到台湾的，他很多作品文物后来都捐给台湾文学馆了。了解。那这种时代的冲击，张家应该也感受很深吧？刚刚提到张运发参加乙未抗日。对，这是上一代。然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张典婉的爸爸张汉文，还有叔叔张子彬，这两兄弟的故事又更反映了另一代知识分子的经历。他们是怎么样的？他们都很厉害都是那个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毕业的，然后还去日本早田田大学读书。哇，高材生呢？是啊，甚至还拜过康有为当老师。学成之后，他们也去了中国大陆发展，一个当外交官，一个办报纸。听起来很不得了啊。对啊，但就是那个但是，光复后回到台湾，结果碰上那个白色恐怖时期那个年代。对，就开始被监控然后好像一生的理想抱负就没办法施展了，最后就在乡下那样比较抑郁的过完下半辈子。这真的很让人感叹，受那么好的教育，有那样的经历，结果回来反而可能变成一种负担吧，在那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。书里提到张典婉的堂妹张典儿，好像对他爸爸张子彬印象很模糊。对，因为他爸爸在他才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除了林家跟张家，还有提到陈家陈虚舟。对，陈虚舟，他本名叫陈运才，也是头份人，也拜康有为为师。他后来带了他妹妹、侄子，还有一个学生叫罗晴妹一起去上海。也去上海。但那个学生罗晴妹后来改名叫罗时君，在1932年上海那个128事变被日军的炮火炸死了。
哎，又是一个时代悲剧。那陈虚舟本人呢？陈虚舟后来变成有名的田径教练，可是文革的时候在新疆被斗得很惨。他这一生也是起起伏伏。听起来，不管是林家、张家还是陈家，这些从苗栗头份出来的客家精英，他们的人生啊，真的都跟那个时代的大事绑在一起。没错，从乙未抗日，然后亚洲那种民族解放的思潮，朝鲜独立运动，中国的政局变化，一直到战后的白色恐怖，对，都经历到了。很多人明明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像国语学校啊、早稻田啊，结果命运都很坎坷，不是早死，就是理想没办法实现。所以张典婉这本书，还有这篇文章，它的价值就在这里了。是啊，它让我们看到，历史不是只有大事件，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，他们的理想、他们的挣扎、牺牲，还有遗憾。张典婉的书写，把这些好像快被忘记的头份精英的故事，又重新带回到我们眼前，补上了地方记忆的那一块。对，也让我们看到个人跟大时代是怎么互相影响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本书跟这篇文章，感觉就像，好像打开了苗栗头份一段被封起来的记忆。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几个名字，而是好几代客家知识分子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，怎么去闯、去奋斗，但有时候也很无奈。他们的故事叠起来就是地方历史，也造建了更大的那个国族的命运。是啊，这其实也让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就是在你我熟悉的，不管是家乡啊，还是家族的记忆里，会不会其实也藏着类似这样的故事，只是还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？哎，对耶，历史可能不止在课本里，搞不好就在我们身边的那些长辈啊，或者老房子里面。值得我们去听听看，发掘一下哦。